係好，大家咧今日咧，我哋又咁快又總結一下我煉金術。嗱，講咗幾集啲咁多時間啫嘛，係咪2-3分鐘啫嘛，都唔係好長，唔係好清楚。要詳細啲，多啲內容得呢本書。呢本就叫《煉金術新手指南》啦，新手指南喎。新手指南咧，就話因為個 beginners 啦，係咪 beginners guide to alchemy 啊，即係咁咧，佢即係簡單啲嘅呢部書，即係介紹下呢部嘢。佢裏邊咧就有嗰啲步驟啊，點樣做啊，有啲方法啊，全部詳細講，其實自己可以參考下嘅。其實總嚟講，講嚟講去都係一啲乜嘢咧？即係話人其實要精進自己咧。其實我哋成日以為係物質嘅，即係我哋成日覺得，尤其香港人咯，錢咯，有錢就有金啦，冇錢就乜都冇啦。講金唔講心啊，乜嘢都講啊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你一路行前嘅時候，一路向前行，人生經驗豐富咧，你會發覺其實係由精神先到心理，先至到物質嘅。點解啊？因為物質係最短暫嘅，最易得失嘅，最易變嘅。心理咧，好多時都會隨住物質世界而改變嘅，但係有啲心理有強有弱啦，心力都係訓練到啦。咁所以咧，心理咧亦都持久，係一個中段啲嘅持久。如果你要將自己優化咗嘅話，其實精神嘅煉金術先係最終極。因為當你出現咗信仰，呢個信仰其實你頭先講上次講耶回道佛4教嗰4個教，你可以做教徒。又唔係喎，大佬我冇，我真係信極都信唔到喎。咁樣唔好信咯，係咪？真嘅，你唔好逼自己信，你唔好信，唔信咩？你話信自己得唔得？得㗎啦，係咪？點解唔得信自己？或者信自己，或者信一啲咩咧？依咁多個教以外嘅一啲力量都得㗎，得嘅喎。點解一定要耶和華咁講？具體講唔使㗎，力量啫嘛。今日再多介紹一部啊！呢個咧多重宇宙靈界科學係咪？呢位就係呂應中教授啊，即係佢講咩？佢就係講我哋人生活喺4度空間以外嘅力量。所以你話你唔使特別講太上老君耶和華咁㗎，你唔使咁講㗎。你總之有一個信仰，信係喺我哋呢生活呢個空間以外嘅力量。而呢啲力量，你能夠同佢溝通，甚至係能夠得到佢嘅加持，去將你自己嘅能量、力量加大嘅時候，你就能夠優化自己。係啊，呢部好嘢啊！唔係呢部再講一次多重宇宙靈界科學啊，係咪？呢個就係呂應中教授佢自己就講。詳細講出佢點樣去接觸到第5度空間，從而得到力量嘅。咁呢部咧亦都係值得大家去參考。好啦，咁煉金術就係咁多啦。咁就希望大家自己努力。